你睇知唔知依家政府有一個腸道協作計劃？呢個計劃係醫管局推動嘅，係其中一個重要項目。佢可以舒緩公營醫療壓力，俾市民更多選擇。計劃會邀請咗公立醫院輪候大腸鏡檢查咗穩定個案病人。如果你適合喺日間醫療設施檢查，又可以喺屋企做準備，就有機會參加啦。但要留意，食緊非阿士匹靈薄血藥嘅就唔可以參加。如果你符合要求並且獲邀請，醫管局會提供一次過定額資助，檢查費用資助6800蚊，切埋息肉就係7500蚊。病人只需自費1000蚊，就可以喺私營市場選擇參與計劃嘅私家醫生做大腸鏡檢查，真係好抵，即係俾1000蚊就可以快啲做，令病人多啲選擇，及早接受檢查同治療。呢個服務真係好好，如果你收到邀請，記得好好利用。想了解更多，快啲問你嘅醫生，或者上醫管局網頁查詢啦。